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影響到我哋感情同埋姻緣嘅幾個大嘅吉星。第一個係紅鸞星，呢個係主掌我哋姻緣婚戀嘅一個核心嘅吉星，佢係象徵住正緣嘅降臨。單身嘅朋友好容易喺社交同埋職場上面遇到自己心儀嘅對象，而有伴侶嘅咧喺感情上面就會更加穩固，而去到談婚論嫁嘅階段。第二咧就係天喜星，佢同紅鸞星係並稱為婚戀嘅兩大吉星，主要係感情入邊嘅喜樂同埋一啲喜慶事，仲可以沖走我哋唔好嘅晦氣。單身嘅朋友咧，好容易會桃花盛開，同異性特別投緣，而已婚咧亦都可以係有添丁嘅喜事。另外就係太陽星，主打係提升個人嘅魅力，容易吸引到優質嘅異性，好適合開啟戀情。不過咧就要少少去警惕一下，我哋嘅爛桃花可能會有糾纏。咁你嘅生肖喺2026年有冇以上嘅呢啲吉星入屋企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可以留意我哋嘅合集介紹同埋入群，持續更新內容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